的，这是100%准确的信息，对于每个人都非常有效。为什么中国大陆过去几天大大减少了感染人数？除了戴口罩、勤洗手外，他们只是简单地每天漱口3次盐水。完成后，喝水5分钟，慢慢喝。因为该病毒只能在喉咙中侵袭，然后再侵袭肺部。当受到盐水侵袭时，该病毒会死亡或从胃中流下来并在胃中销毁。这是预防冠状病毒流行的唯一方法。市场上没有药品，所以不要购买。同综合医院王淑昂医师，新冠肺炎在还没有来到肺部之前，它会在喉咙部位存活4天。在这个时候，人们会开始咳嗽及喉痛。如果他能尽量多喝温开水及盐巴或醋，用来漱口就能消灭病菌。尽快把此讯息转达一下，因为你会救他人一命。消灭病毒是新型冠状病毒。这种病毒因为依附在动物性的脂肪，所以要吃素了。吃素环保、抗疫、防疫、救地球。